那么这一次主要透过了前行、正行，还有结行等等不同的方式，然后也有观呼吸，然后这是符合了二乘的小乘的观，还同时谈到了大乘的观。一般来讲，观分为3种：小乘的、大乘的，还有密乘，有这3种的观。那么在小乘的观，主要是观修这个，也就是跟苦空无常无我相关的这种观。那么大乘的观，主要是专注在人无我跟法无我上，然后在这个建立，在这个基础之上，了解所谓的空性缘起，缘起性空。那么这个就是不共的大乘的观。到了密乘的时候，密乘的观就是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，还有解脱道、大手印，有这几种。那么从升起次第来说，那么密乘首先有一般共同乘来讲的，就是境上的空，就是离系无我的见解确立之后，然后建立起升起这个本尊坛城宫殿等等。这个升起次第在观修的时候，就像是镜中的倒影，空中的彩虹，或者梦中的梦境是一样的。无论是自身、对身观想的时候，这些所观的本尊的形象，像是镜中的倒影，它是显空不二的，这个就是观。在做这样的观修的时候，这本身是观，然后在心中不忘失这样子的清晰的本尊相，这就是指。因此观修一个本尊的时候，就是在做止观双运的修持。那么在升起本尊之前，要发起菩提心。所以你看整个仪轨最开始的时候，在尼玛教派有3种禅定，首先要观修空性，接着要观大悲。对于那些不了解空性的众生升起悲心，所以这样子的空悲无二的悲心升起之后，然后再升起这个本尊的种子字，然后再来是整个本尊坛城等等现起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所谓的菩提心也圆满。
所以这里面有圆满、成熟跟清净。这三者在显称用词，但是在密乘当中，也就是成为了升起次第的特殊的内容。那么，透过本尊观修，能够快速的圆满各种的功德，然后清净净土，然后成熟众生，可以说各种的祈愿都能够圆满。所以说，圆满、成熟跟清净。所以这里面观本尊受有关慈悲菩提心，又有止，也有观。同时，密乘是以果为道用的修持，也就是现在相，现在我就有圆满的佛的一切的功德。这个对于快速成就佛果是有帮助的，因为能够消除各种实有存在的执着。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观修方式。那么，这是在升起次第的时候的观。那么在圆满次第的时候的，那么就有脉、气、明、点等等。那么不清净的身体上的气脉明点，约束之后，成为了这个金刚的气脉明点，然后有显现。然后增益、增长等等这样的方式，然后透过一些观修，然后得到乐空不二的智慧。那么是透过身体，这也是主要的观在这里。这快速的能够得到这无了无所的观。那么接着就是密乘当中的解脱道大手印。它有显乘、密乘跟精要乘的大手印。一般我们知道的是显乘的大手印，它出自于这个《三摩地王经》或者《月灯三昧经》等等。这里面所在讲或《宝性论》当中所谈到的众生皆有佛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为基础，然后这样的概念也传承在我们冈波巴大师，他将这个修心的教法，还有密勒日巴的大手印的教法，合而为一的，然后成为了大家都能够修持的。这个就是冈波巴大师传承下来的显乘的大手印，所以它包含了共前行、不共前行，然后修持像是皈依大礼拜、谢曼达，然后还有4种缘，缘缘所缘缘、因缘增上缘等等做观修，然后同时呢，弟子依止了找心的各种的口诀。那引荐的方式，上师代理弟子心性引荐的方式也有很多种，有动中指引、静中指引，或者显象中指引，或者妄念升起的同时安住的时候的指引等等，各种的这些指引的方式，就是帮助弟子了解到光明大手印。佛陀在菩提伽亚成道，当时他就说，这样一个殊胜的教法，谁都没有办法了解，所以他当时没有说法。这个法，它在离系的角度上来说是没有的，但是从这个有境，就是心本身上，大手印法是特殊的。那么再来，密乘的大手印是指修持那洛六法，而得到这种不会变异的这种大乐。那这就是乐空不二。那么精要乘的大手印是指什么呢？是指依靠上师的口诀，那么这样一个真实的光明本质、明空不二的，透过了被引荐的一些口诀，马上能够了解的话，这个呢就是精要的大手印。
那么这种精要的大手印，它首先要经过了显称大手印的观察，同时也有密称的大手印，都经过之后才会进入到这个精要的大手印。那么这些都是密称的观，但这些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次第，你需要阶段的次第的修持，从前行开始，一步一步才有可能达成。我们常常说，这种口诀是一种感受上的教学，透过你的习惯、感受都确定了，然后按着你的感受一点一点的给予教学。但我现在虽然做了一些解释，但时间也不多，也没有办法给予各位，但至少种下了一个种子。但如果持续你这样子的修持，你一定能够消除烦恼的，一定能够得到了悟的。这是一个传承的加持。这是我特殊的一个修持方式。所以如果我们持续的做这样子修持的话，各位持续的一定会升起正悟的，这是我们传承的一个加持，请大家放在心上。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堂课，那么刚刚有问说大家吃中饭，给各位一个功课，对吧？还记得吗？是给了什么功课，记得吗？所吃的如梦如幻，一般而吃，是吗？大家行走的时候、吃东西的时候，有没有修的，请举手。后面蛮多的，好，再问一次啊，再举一次，就有修的，有试着去修如梦如幻的，好，很好，就是要这样修。尤其做中也好，做中的时候，你是具备前中后，同时也具备7支做法，然后不跟人交谈，不玩手机，就安住在定中。但是在坐间，也就是生活当中下坐之后，那么无论你做任何的事情，你跟人家讲话，或者说搭车，或者吃东西，看着东西，滑着手机，看着经书，辩经，任何时候，你在梦中也可以辩经，对吧？不管你到哪里，都可以这么观修的，也就是空性，如梦如幻一般。好，那么我们早上所说的，我们透过自身的经验跟感受，会有2种感受。那么，它会有2个次第，一个叫做安住修，一个叫观察修。安住修还记得吗？也就是这个我平常很强烈的这种我，这种执着，他被你看到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然后会有一种他找不到他。如果你找不到，这是很好，就安住。如果找到了这种我知，就找到的话，就持续的去观察它。刚开始你有一种它是很长的，然后它是单一的，它是自主的，这样子的一种认识，一种执着，但会发现它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执着为我的这个身体，其实是各种的聚合物聚合而成的，所以不是单一的。
同时呢，它也并不是一个单一独立的，不依靠他人的，并不是的，它是跟其他东西息息相关的。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情况，持续去观察。那么这时候你的色身，你也会知道它是可以被拆解的，拆解到最后是围城，甚至连围城都是不可得。所以没有这个身体，同样也没有这个心，一切是空性。所以你没有一个可以被你指出来的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你不去观察的时候，感觉好像都很好，世俗的一切都会显现着。但是只要一做观察的话，那么却什么都找不到，不真实存在，如梦如幻一般。虽然你找不到任何实有存在，但是它却很清晰地显现。就好像所谓的年月日，你是找不到的，但是你的心中还是很清楚地觉得是哪一年、哪一月、哪一日。今年祈愿法会第几届啊？37，已经37届，可算得出来对吧？37届。然后前行的课程第3天都算得出来，但是真的去观察的时候，会发现它只有那样的一刹那间的1/64，这是按照2乘的小乘的说法。那当然按照唯识跟中观，尤其中观的来观察的话，会发现就连这个1/64短暂都没有。早上有说过，就算那个最细的围城，那也是本质是空性的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。虽然是这样，但它还是能够清晰的显现。还记得我们举了梦中的苹果手机，对吧？在梦中，如果你知道这个梦中的手机，它只是梦中的一个手机，它并不会消失，但它还是显现，但是你不会再执着它是真实的了。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？这样知道它并不真实存在的好处在于，你不再执着它。好，我们自己这样子做观察。在做观察修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害怕，会很害怕。观空性的时候，有经典说会有一点害怕，这是好的。会觉得哇，空空什么都没有，好像自己就马上就不见了，这是好事。你们会有时候会感到害怕的，请举手。很好。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是非常好的，有的会感到很欢喜，一观这个空性就会觉得很高兴，会有一种有这样欢喜的请举手，这也很好。有的一看之后，结果什么黑黑一片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又找不到。如果是这样的请举手，一做观察的时候就黑漆漆的，这也很好。因为一看到我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没有所谓的我，所以发生什么都没事，都很好。好，请大家身体坐直。首先，身心放轻松。没有，不需要有特别我要修这个或修那个的这种心，就是放轻松坐着就好。
然后观察这个我，认为有一个我的这个心，去观察这个心。这个觉得有一个我的认为，有时候也会找不到。诶，这个认为有我的心找不到在哪里？这时候你就安住在无所缘，没有特别的焦点，但你也没散乱，可能会有1-2秒钟找不到什么，你就安住，这也是很好的。如果找到所谓的我，那这个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我？会觉得是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是一样的，同一个东西呢？就是单一。那你执着的是你的身体，我的手，我的身体。事实上，每一个部分拆解，没有任何是一个我，是所谓的你。这是指你这个认为有这么我的一个认为，这个认为它在哪里？去观察这个认为，事实上只是并没有一个单一的一个很长的我，它事实上是有很多东西聚合起来的一个缘起的聚合的一个所谓的我，而且这个我刹那刹那在改变。小时候的你，然后慢慢成长到16、17，到20多岁，到现在你的年纪的你，所以刹那刹那都在改变着的，你就观察到你的无常性。次第观察你的每个部分，这每一个我的支分里面，这每一个支分又可以再被拆解，所以整个身体都被你拆解了。最终拆解到只剩下这个围城，到无法再被分的这种围城。事实上，这个围城它也没有一个基础，因为它并不真实存在。时间来讲，所谓的现在也并不真实存在。时间跟物质都不真实存在的话，那么所谓的身跟心也不真实存在。一切如同虚空一般，如同梦境一般，但并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不真实存在。但是在梦里，还是会有这么一个我的认为，但去分析观察找不到，那你就安住在这个找不到当中。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，安住。就安住在这样的一个找不到的什么是我状态中，这个就是安住修，安住在这样一种找不到的这个续流当中。
好，所以这个就叫做安住跟观察交换的这样子的交替着的一种修持。比如说找不到的时候就安住，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再做观察。其实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单一恒常独立的我，所以它并不真实存在。然后再安住，再回到安住修，然后再观察，有这么一个恒常独立单一的我吗？然后再观察，慢慢安住跟观察它们会合而为一，那么各种的执着烦恼我执会越来越松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减弱。那这时候我们常说无我的义理，第一个阶段是了解它，不断的去思维它之后，慢慢就会有一种感受，这是第二个阶段。这时候无我也好，空性也好，对你来说它就越来越丰富。比如说如梦如幻找不到，刚刚就像我们这样说了很多，但慢慢的这些不再只是一些名称一些概念，而是真的你的感受，就是真的你看出去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些真的是如梦如幻一般，然后也觉得自己不真实存在，然后再继续修持，最后就是证悟。所以举个例子来说，现在我们在观修无我的时候，就好像经书里面我们好像在研究月亮，书中写着很多月亮长什么样子啊，然后它的样子是什么呀，然后书中都写得很清楚，然后也会觉得说这个就是月亮。你当然可以从书中你可以对月亮有一种认识，的确透过书籍可以学到，但是书中所画的月亮是真的月亮吗？不是的，觉得不是的请举手。觉得书中画的是真的月亮的请举手。所以当然了，不是真的嘛，它是一个画出来的。但是呢，可以学到很多关于月亮的知识。同样，你现在在学的有关空性也好、观的这种内容，你都对你来说是一个知识，你还没有真的去感受到它。所以在加行道就是这种，就是一些知识，但慢慢就会有经验了。那有一天你突然到外面看到了水中，有一个月亮的倒影，你就看到这个月亮的样子，它比画的书上所写的更好一点，不是吗？对吧？水中的倒影、河中的倒影、月亮的倒影，它是更清晰的，不是吗？但是这是真的月亮吗？水中的月亮是真的月亮吗？也不是真的。所以，但这还只是你的一个感受。所以，就像是空性，对你来说，它是一个感受，对你来说很清晰，也是有感受的。所以你所听到的是显空、声空，然后触空、波尔等等就是你的。但是这时候你都还只是感受，还不是真的了悟。但有一天，一跟你说，这个3号有一个小小的月亮，一个新月，一个人跟你说看上面，那是一个真的月亮。所以在见到的时候，就是真的见到了、看到了这个空性，就好像真的见到了月亮。那时候经典中说，这时候就像是新月3月的这个3号的这个月亮是一样的，它是很小的、很细的。但是慢慢3号、4号一直到15号的月亮的时候，就非常的圆满。那时候就是代表对于空性了悟的圆满，那么就得到佛果了。好，就讲到得到佛果。
所以以显称的这种方式修持的话，那么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很长的时间，所以不容易的。因为在修持的境上的空，这是显称的观，主要专注在的境上的空。但是密乘的这种观，如果你抓到了要点的话，它主要专注的是在心，就是有境啊，就是心的这个空性上。所以这个口诀是什么呢？就像之前有谈到过了哦，就是密乘的大手印，要修的话，它就必须先从前行、正行慢慢的修持。好，那大概就讲到这里吧。所以我们主要修的是这个人无我。有的人说了无人无我，那么就可以附带的了无到法无我。那么以自宗来说，这个人无我跟法无我，主要是指说，这个五蕴和合的身上，如果能够确认这样的离四边等等这样的空性的话，也是算了解了这个法无我。但如果你更想要学习法无我的话，那么也就是对于所谓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等等这一切你所经验到的，再去观受它的无我，那这时候你就了解到所谓的法无我。你所见到的这一切，不去观察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我见到，但只要去观察，其实你什么都看不到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我们再回到感受上去体会。好，请大家看着我的脸，我的脸虽然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麻烦各位看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可能 TV 上面更清楚。好，很清楚，有看到吧？也是看到我的哪里？是看在我的眼睛，看到我额头，还是看着我的鼻子，还是这个脸颊，还是我的嘴唇呢？是看到我的眼睛前后的紧举手，左右的？是看到我整个脸的紧举手？觉得看到我整个脸的，这是概念，是你心所造作的。其实你以为你全部都看到，但其实你没有全部都看到，其实你没有很清晰的看到。你心中告诉你，让你以为你看到，是很多合在一起。你的记忆，你觉得你看到，事实上你没有看到我的脸。好好仔细的看，好，看着我的眼睛的左右，眼睛的左右，不要动哦，你不可以从脸颊看到额头，然后下巴，不可以换，就只是看我的脸的眼睛这个部位，不可以动哦，只可以看。平常眼睛会觉得你看到我整个脸，请不要动，只看到我的眼睛的时候，这时候你看到我整个脸了吗？你只看到我的眼睛，不要动啊，只可以看我的眼睛。看我的眼睛的时候，你还可以清楚看到我的耳朵吗？你不可以就马上又去看耳朵，不行哦，你只可以看我眼睛哦。你只可以看着我的眼睛，左右眼睛。这样看久之后，其实你这样看得清楚我的耳朵吗？看不清楚我的耳朵了的，请举手。是的，你看不清楚的，但是你心中会觉得我看到了。这是不观察的时候会觉得我看到了，但事实上你没有看得很清楚。
事实上，你甚至没有看到我两个这个脸颊、额头、下巴，其实都没有很清楚的看到。好，你是在看我的右眼还是左眼？现在在看我的右眼还是左眼？你不可以左右两边跑哦，看右边就是右边，看左边就看左边，就放着你是看哪一边。你会发现你也没办法同时两个都清晰的看到的。看右边的时候，你没办法看清楚左边的，对吧？好，接着看右边。好，看我的右边的眼睛，可以很清楚看到我左边吗？如果你专注在右边的，看不到的请举手。你会觉得你看得到，但事实上你看不清楚的，对吧？你看着我的右眼哦，看着这里，看着右眼，还有上面的皮、下面的皮，还有眼球，还有眼白的部分等等。你是看右眼的哪个部分？看着这个荧幕上可能会很清楚。你会发现，你只要专着一个上面，其他是看不清楚的。事实上，你没看到我的脸，对吧？甚至我的眼睛你都没仔细看清楚。却事实上，眼睛你都没看清楚。如果再看眼睛，你只是看到了我眼球的前面。事实上，最终你连我的眼睛都没看到，对吧？世俗地来说，其实你仔细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好像是很美好，好像是真实的，是实在的，是很诱惑人的，好像真实存在。但实际的去观察，会发现什么都没有。最终你会发现看不到，找不到。同样，你去感受你的色声香味触这一切哦。所以，当你不做观察的时候，轮回一切显象都在显现。但是呢，在显现的当下，它并不真实存在，是如梦如幻一般的这样子的存在。那这样子了解的话，最终你就了解所谓的法无我了。就像是这个心经中说的，色即是空，甚至眼即是空，耳即是空，眼耳也就是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它的意思就是这个，就是万法本质是空性的。好。这是大乘的观，讲过了。最后今天要说的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到现在为止，这样的一个修持，它怎么样可以消除你的烦恼，或者消除你的痛苦？你烦恼升起，你要如何转为道用呢？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谈到3种方式：止、观的时候，第二个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观的第一个观是指什么？就是跟二乘相符合的观。第二个观是什么？大乘的不共的观，对吧？也就是无我。总而言之，指二乘的小乘的观，还有大乘的无我的观，无我的见解，有这3个次第。这次有跟各位说，透过这3个。你要怎么用在你的烦恼跟痛苦的升起上呢？我想简略的来说，举例来说，当烦恼、贪、嗔、痴、嫉妒
我慢。然后苦也有一些求不得苦，或者说不想得到的却得到的苦，再加上各种的恐惧、害怕、得失心，或者说担忧、焦虑，还有身体上还有病痛的，还有在社会中、团体中一些不和睦，还有在生活中，现在大自然也有许多的四大不调等等。当这些烦恼、经验、痛苦的时候，该怎么办呢？第一个，以止来说，就回到呼吸。譬如说，嗔心升起的时候，大，你就说哦，这个人总是你看欺负我，给我看，我要给你颜色瞧瞧。这时候，你马上要回到你的呼吸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升起的话，这时候你的嗔心呢，就会稍微的平静下来。它没有办法根除你的嗔心，细微的嗔心根除不行，但是粗分的能够降服你强烈的嗔心。所以无论是嗔心、贪心、愚痴很强烈的升起的时候，回到呼吸是很有帮助的。习惯之后，你以后升起这样的烦恼，自然都会回到呼吸。或者说，当你遇到痛苦的时候，或者遇到一些考验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这样子又哭又闹又难过的，不需要。然后你反而是很高兴，哇，现在痛苦来了，那身体坐得直直的，这时候就是我收持的一个时候。所以这都是止的收持方式。再来第二个，透过了二乘的这个观而降服烦恼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也就是当痛苦烦恼升起的时候，去看这个感受。比如说嗔心升起的时候，观察这个嗔。观察的时候，有的人一观察，它就不见了；有的人可以去观察的。当你一观察，其实你就没有掉进去了。所以这是从他自己本身的定义去说，从总的定义来说，也就是烦恼，它是很多东西聚合而成的。首先有一个对境，然后又有感受，又有一个相信，然后还有一些声音，这些合在一起，它这样子一看，其实这个烦恼它就只是一堆乌云而已，但它里面是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的。你这样子一看它的时候，就是个样子。嫉妒也可以，或者一个恐惧，一个疲劳，或者一种昏沉，你就看着这样子的一个烦恼，你去看着，它只是不真实的、无常的等等。有的时候这样一观察之后，烦恼变得更长，那就换一个。再来第三个，空性。大乘的观怎么对治烦恼呢？大乘的观怎么样用这个方法将痛苦转为道用呢？就是当你烦恼痛苦升起的时候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是谁升起了嗔心？问自己一下，当你嗔心升起着，是谁对谁升起了嗔心？我是空性的，你生气的对方他也是空性的，嗔心本身也是空性的。所以在境中的一个人，梦中的一个人在对另外一个梦中的人生气，这什么都没有任何意义的，它是空性的。我也是空性的，对境也是空性的，嗔心也是空性。那是谁在对谁生气？这样去观修的时候，大概1-2秒钟，你会发现这个空性这个嗔心就消失了。但是很快1-2秒钟，这个嗔心可能反而又出现了，变得更强烈。你这样坐着观这个
这个是空性。结果你一个不喜欢走过来打你一巴掌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搞不好会这样想，你搞不好会更生气。但这时候你又在观空性，然后这时候嗔心的力量又消失了。所以嗔心、嫉妒、我慢都可以用这个方式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那么之前我们四念住修过，今天试试看观修空性。现在有没有烦恼？有没有很强烈的烦恼？就是你在气谁呀？有没有？或者你有没有一些不舒服啊？或者身体上有没有病痛不舒服？或者觉得很累想睡着了？或者嫉妒都可以，或者贪嗔嫉妒都可以，我慢都可以，或者身体有没有病都可以。现在有没有很强烈的？有的请举手。非常好，这是很好的经验，很好的机会。你要将痛苦跟烦恼转为道用，你就必须要有烦恼跟痛苦。好，请大家一起修持，身体坐直。好，身心放轻松。首先，好，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烦恼或痛苦？你现在先想起来，或者说认出它来，觉知出来，觉知到。你不需要去阻止它，就只是知道这个烦恼或者这个痛苦。接着第二步，是谁在对谁生气呢？如果是生气，问一下，自己是空性，嗔心也好等等，这个对境也是空性的，所生的这个嗔心也是空性的。那么这像是梦中的一个人在对梦境中的另外一个人，为什么要升起嗔心烦恼呢？就安住在这样的空性当中。这个嗔心升起的自己，嗔心的对象都不真实存在。或者你的病痛，你这个病痛的你，还有病痛者，还有这个痛的感觉，这个病它也并不真实存在。或者你背痛，那么这个痛者它也是如梦如幻一般。这样子关了一下之后，马上就消失了，可能又散乱了，可能会到一种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忘了你的修持。那这时候你再回到空性上的观修上。好，感觉怎么样？修的可以吗？觉得好的请举手，修的还不错请举手。很好。所以所以你从烦恼跟痛苦它本身的定义上，或者从大乘你从纸上，然后你从它的自身的定义上，从无常性上等等，这样交换的去做修持。有的时候你从纸就是观呼吸上也会有帮助的，但有时候会很觉得无聊，
觉得感觉很热或者不舒服，呼吸呼不出来，一想到呼吸甚至会想吐，这时候就要换，就回到感受，回到身受心法各种的观修，就是符合小乘的这个观的方式。这样子做久了之后，如果又昏沉了，可能又无聊了，那么就进入到大乘的观，就是无我的空性的这个观。这样子的交换的这3种方式去修持，一个会帮助另外一个。比如说你的止的这种修持的一种能力，它会帮助到你的这个小乘的观的修持，小乘的观它的力量又会帮助你的空性的大乘的观，那大乘的观的修持，它又会帮助回到你的这个这个止的修持。那就希望各位你们能够继续这样做修持，那么内心会得到平静，那么慈悲心也会自然的升起，那么无我的智慧自然的会升起，那么能够利益自己，也能够利益其他人。那么这就是最后一堂课，就讲到这里。那么到今天为止，我们一起禅修思维的功德要回向。我们要回向给尊贵的尊者，还有法王噶玛巴，我们的根本上师尊贵的第17世噶玛巴为主的所有的各大教派的大师们都能够长寿住世，还有世间上各种的恶缘，一切4大不调都消除。所以究竟来说，尽虚空一切的众生都能够远离痛苦，最终都证得遍知的佛果。我们要这样子做回向，同时我们的回向要像是过去的诸佛菩萨一般的这样做回向。报我觉。